島上幾乎每平方米嘅土地都開墾嚟種植主要嘅農作物，好似芋頭或者麵包果。呢啲食物有部分會儲存喺地底，就算有熱帶氣旋吹襲都唔怕。島上嘅樹木唔多，佢哋嘅邊架艇獨木舟被視為寶貴嘅財產。呢啲獨木舟有啲已經用咗接近150年。如果冇佢哋，島民就好難喺度生存。因為阿魯塔人好多時都靠個海滿足佢哋嘅需要。無論啲風吹去邊個方向，佢哋都有晒準備。佢哋知道呢度每塊礁石嘅所在，以島上嘅地標為依據，判斷佢哋正確嘅位置，令捕魚者滿載而歸。阿魯塔島與世隔絕，塑造出佢哋嘅社會形態。由於距離太遠，冇辦法同其他島貿易，形成佢哋有好強嘅守望相助精神。所有嘢都係大家分享，每個人都為有益眾人嘅事出力，呢個係佢哋成功嘅秘訣。阿魯塔島係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嘅地區之一，人口密度相當於孟加拉，但係呢小片陸地上面嘅居民一直都完全自給自足。呢個係唔簡單嘅成就，唔係所有南太平洋嘅居民都能夠做到。呢片茫茫大海入邊有一個島，佢背後嘅係一個過度開發嘅傳奇故事。呢度曾經係世界上最偏遠嘅島嶼。1000年前，首次有人類踏足呢度嗰陣，復活節島係一個天堂。